各位啡粉、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我係主持大啡哥。今集想同大家跟實嘅焦點就係人氣男團 MIRROR 最近喺商場開設嘅期間限定店，以及圍繞住現場安排而出現嘅一連串反應同討論。呢件事之所以值得拎出嚟講，唔單止因為活動本身好吸睛，仲因為佢再一次證明 MIRROR 喺香港流行文化入邊依然有住好誇張嘅號召力同影響力。同時亦反映咗本地大型應援活動同粉絲經濟點樣可以再專業同再人性化。如果你都想之後繼續第一時間追到呢類深入少少，幫大家拆解娛樂事件背後意義嘅內容，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之後每次有新一集就可以同我哋一齊慢慢傾，慢慢睇清楚娛樂圈入邊發生緊啲乜。今次事件嘅背景其實好簡單又好典型，就係一隊人氣極高嘅男團，配上一個充滿心思嘅聯乘企劃，再加一班真心支持佢哋嘅鏡粉。有報道指 MIRROR 為咗慶祝成軍7週年，最近搞咗一連串活動，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同卡通品牌合作，喺九龍塘大型商場開設期間限定店。現場除咗有多個打卡位，仲會發售聯乘公仔同周邊產品，吸引咗大批粉絲一早去排隊，希望可以帶幾件心頭好返屋企。呢種期間限定聯乘7週年嘅組合，對一隊本身人氣已經去到頂級嘅組合嚟講，其實好自然就會變成一個大型朝聖活動，所以從一開始就注定唔會係一件小事。喺淡田在，根據多個媒體嘅描述，限定店喺早上9點開始向公眾派籌，安排粉絲按照指定時段入場購物，希望可以用派籌去控制人流，同時照顧更多鏡粉嘅需要。不過實際運作上，購物流程被指嚴重延誤，加上現場人手、貨量同動線安排未算理想，結果好多已經拎咗籌號嘅粉絲都出現延誤，甚至未能入場嘅情況。有報道提到，原定中午12點入場嘅粉絲，要去到下晝2點先可以入到限定店。部分原本安排下晝時段入場嘅人，更加去到晚上先仍然輪候。呢啲細節令好多專登請假、專登搭車過嚟支持 MIRROR 嘅粉絲都感覺好失望。喺粉絲嘅角度，呢種失望其實好容易理解。有人一早清晨去排隊，就係想用實際行動去支持自己中意嘅組合；有人可能仲特登同朋友夾時間，同家人安排好一日行程，只為咗入場買1-2件限量公仔或者紀念品。當佢哋拎到籌之後，卻因為現場安排未如理想，而變成喺商場度企足幾個鐘頭，甚至最終都入唔到場。呢種落差感自然會放大，情緒亦好容易升溫。有媒體形容，因為人流管制同貨量安排追唔上實際需求，現場一度出現混亂。部分粉絲喺限定店外鼓台要求職員解釋安排，同時喺社交平台上載影片同相片去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報道亦都提到，有粉絲指現場職員人數偏少，分工上又比較吃力，好似有人要同時處理收錢、取貨、核對產品等工作，令到整體速度再進一步拖慢，變相前線壓力好大。粉絲等得辛苦，職員做得都唔輕鬆。到咗晚上，有聲音指現場一度需要執法人員到場了解情況，亦有管理層到現場觀察同溝通，顯示出事件喺短時間內已經升級到需要高層即刻處理嘅程度。去到夜晚近11點，MIRROR 官方社交平台發出限時動態，向粉絲致歉，解釋期間限定店客人數量眾多，未能喺商場關門前處理所有人流，並且宣布2日會暫停派籌，重新檢視同重整整體安排。呢一個決定喺營運角度嚟講係一個相對果斷嘅踩剎車動作，等團隊有時間冷靜落嚟，重新計算人手、補貨、動線同安全安排，避免錯誤繼續放大。喺粉絲角度，聽到官方主動出聲，清楚講明會重整安排同感謝體諒，其實都反映 MIRROR 團隊知道粉絲嘅不便，亦願意承擔責任。呢一點對長遠關係嚟講好關鍵。如果企喺 MIRROR 呢一隊組合本身嘅角度去睇，今次事件帶嚟嘅不只係一日人流安排出錯，而係一個好實在嘅提醒。成軍7年，由選秀節目出身，到而家成為香港少數可以帶動大規模周邊產品、演唱會、品牌合作同海外關注嘅男團。MIRROR 一路行上去，其實代表咗香港新一代偶像產業嘅可能性。粉絲願意清晨排隊，願意請假，願意花錢入場支持，就正正證明佢哋嘅努力同作品有共鳴，亦證明香港樂壇仍然有好大嘅群眾基礎。只要俾到觀眾有信心同期待，老實講，人氣越高，活動就越難細細聲咁搞完。對 MIRROR 嚟講，今次期間限定店引起嘅關注同人流，某程度上係一種肯定，證明7年之後鏡粉嘅熱情仍然好實在。而且有能力支撐大規模嘅實體活動同商品企劃，但同一時間呢種熱度亦都提醒咗整個團隊，無論係主辦單位、合作品牌定係場地方，喺策劃任何與 MIRROR 相關嘅大型活動時，都要用一個大型演唱會級別嘅標準去諗。
而唔可以當成普通打卡點或者小型 pop-up store 咁處理。由粉絲經濟嘅角度睇，呢件事另一個值得留意嘅位就係溝通同期望管理。有報道提到，現場職員喺晚上同粉絲解釋，第日唔會再派薪酬，而係優先處理之前已經拎咗籌但未能入場嘅人士，亦會協助預訂部分貨品，希望可以照顧到多啲支持者。呢種做法其實反映咗團隊喺壓力之下，仍然盡量用一個相對公平同務實嘅方式去處理問題。只係當初如果喺宣傳同安排上能夠更早預告人流限制、貨量情況同等候時間，可能就可以減低部分誤解同不滿。值得強調嘅係，今次事件並冇改變 MIRROR 喺粉絲心目中嘅核心位置，反而更凸顯佢哋嘅影響力，已經去到一個需要全盤規劃嘅高度。當你見到有人話自己特登請假，有人成程搭車跨區，只為咗去一次期間限定店，有人即使等咗好耐都話下次仲會支持。呢啲都係 MIRROR 呢7年累積翻嚟嘅信任同感情，而官方迅速出 post 致歉、停派籌、重整安排，亦都反映團隊重視同粉絲之間嘅關係，唔係當成普通消費者，而係一班一齊行咗好耐路嘅支持者。MIRROR 依然係一個重要象子，由早前各類演唱會、體育活動合作，到今次期間限定店引發嘅討論，都證明 MIRROR 唔再只係一隊男團，而係牽動住商場、品牌、媒體同粉絲文化嘅一個平台級存在。呢種影響力令到行內越嚟越多人明白，要同 MIRROR 合作就要有足夠心理準備同資源配套，因為每一次出現都唔單止係一個活動，而係一次對整個娛樂生態同粉絲文化嘅示範。講到呢度，可以見到今次期間限定店事件對於 MIRROR 同鏡粉嚟講，既係一個小小嘅插曲，亦係一次共同學習點樣行得更遠嘅機會。呢啲畫面也許唔係最完美，但就好真實。真實到俾大家睇到一隊走咗7年路嘅男團喺人氣同期望不斷升溫之下，點樣同粉絲一齊摸索、一齊調整。對好多鏡粉嚟講，可能今日係一日好啦，甚至有啲無奈嘅排隊經歷。但隔一段時間回望，大家會記得嘅未必淨係混亂，而係我真係喺度出現過，親眼見住 MIRROR 個名吸引住成個商場嘅人流㗎。粉絲用行動證明支持，呢一點其實好值得慢慢講。有人清晨未夠天光就出門，有人特登請假，有人推掉其他約會就為咗走去商場。對外人嚟講可能只係一件商品，但對鏡粉嚟講，嗰隻公仔代表嘅係自己陪住 MIRROR 行咗咁多年之後，一個可以攞上手、望到、摸到嘅小小印記。呢種我有份撐起呢個團體嘅實在感，其實係任何帳面數字都取代唔到。同一時間，團隊用道歉同重整去回應，亦都體現咗一種成熟嘅態度。喺娛樂圈入邊，要承認自己有地方安排得唔夠好，其實唔係必然。有人可以選擇沉默，有人可以選擇拖延，但今次 MIRROR 團隊選擇喺當晚出聲，清楚同大家講，客人太多，未能照顧所有人，會暫停派籌重整安排。呢種做法至少俾粉絲見到，原來官方有聽到、有理解、有行動。一句公開講出口嘅重整，背後代表嘅係開會、檢討、計人手、諗動線，再同合作方磨合。呢啲全部都唔係易事，但呢啲就係一隊人氣組合行得長遠必經嘅功課。如果雙方能夠喺之後嘅安排入邊累積更多成功經驗，未來無論係演唱會、海外活動定係更多類似聯乘企劃，都可以攞住今次經驗做得更流暢、更貼心。對一隊已經成軍7年，仍然不斷挑戰新可能嘅組合嚟講，能夠同粉絲一齊進步，本身就係一件好值得欣賞嘅事。由最初嘅選秀節目，到而家可以同不同品牌合作，搞演唱會、出音樂、拍節目，再到今次連一間商場限定店都可以掀起咁大迴響。MIRROR 嘅路其實一直都唔算易走，佢哋經歷過質疑，經歷過高峰，經歷過意外同低潮，但係每一次都憑住作品同團隊默契，一步一步行翻上舞台。今次期間限定店嘅小風波，某程度上都係一塊鏡，照出嚟嘅係粉絲嘅忠誠，同時亦照出團隊仲有幾多位置可以再升級、再專業。長遠睇，呢啲磨合中嘅不完美，反而會變成 MIRROR 同鏡粉之間獨有嘅集體記憶。多年之後，當大家再提起又一城限定店呢幾個字，可能會笑住同人講，嗰次真係等到腳都軟。不過都好，正正因為嗰次之後啲活動越搞越順，到時候今日嘅擠迫同混亂就會變成一個注腳，寫喺一隊男團成長史入邊，提醒住將來嘅自己。紅係一種祝福，但紅都代表住一份責任，而 MIRROR 願意為咗呢份責任繼續學習、繼續調整，本身就值得尊重。如果你都覺得香港需要更多好似 MIRROR 咁用作品同努力去撐起本地娛樂同音樂文化嘅團體，咁你就會明白，每一次支持都唔只係一次消費，而係一個信號。香港觀眾願意為認真做音樂、認真搞演出、認真對待粉絲嘅藝人買飛、排隊、付出時間。
當呢個信號夠清晰，行內自然會有更多投資、更多資源、更多新面孔被推上舞台，成個生態先至有機會真正活起嚟。如果你都中意呢種講法，覺得值得長期聽落去，咁就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順手撳下個鐘仔，等之後每一次 Mirror 有新動向，或者其他藝人有值得深究嘅新聞，我哋都可以第一時間喺呢度同大家慢慢拆解、慢慢傾。畫面前嘅你，可能今日啱啱經歷排隊，可能身在外地，只能喺網上遠距離做鏡粉。但無論你喺邊度，只要你仲想知道香港娛樂圈發生緊乜嘢，我哋都會喺呢個頻道等你返嚟。多謝大家收睇，我係大啡哥，下集再見。